对啊，我有感觉足奇怪的，嘿。呀，诶，无啦无啦，我家己嘛得着足侪帮助，而且随课吼。好哦，咱来开始，请文牧长老同咱来祈祷。阿免。好，今仔日咱第三届要来分享这个龙珠的譬喻啦吼。咱前摆是讲到祈祷吼，祈祷的部分就是讲，咱开喙咧讲话，对基督的信仰来讲，咱就是咧祈祷。但是咱喙所讲的到底是好，也歹有受到上帝的接纳无吼？咱前面有讲到吼，像即个。细汉囝拄开始讲我会学活，这嘛是讨的，这嘛是求讨嘛吼。咱有真侪基督徒嘛安尼啊，
哦，上帝，你若应允我吼，我就知影你是真诶吼。啊，这个口气甲这个浪子足共诶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咱有分析，着讲对老爸、对囝、对大囝有无共款诶角度。啊，今仔日要对新诶生命啦吼，就是讲我用新诶生命诶界定，就是讲只要生命有改变，可能是正向诶，嘛有可能是负面诶，吼。啊，伫即个中间，咱要来看，就是讲借着耶稣浪子诶譬喻诶中间，是要甲咱讲什物款诶新诶生命啊，比较是咱所爱追求诶吼。所以每一届我拢会去甲咱回顾大概即个故事诶一个架构，就是有三个真重要诶人物，一个是即个老爸，啊，甲两个囝。当然，咱拢会甲即个浪子放伫即个故事的中心点，因为，咱讲事情就是他引起的啦，吼。因为伊讲迄句话讲，老爸啊，我的啊，原文的意思讲放落安尼啦，吼。伊讲我的份业，我的家业爱互我，所以对遮的时阵，咱要来思考，就是讲耶稣基督伫遮真正譬如伊要教导咱的代志到底是甚物货。对伫特别是即个细汉囝5月的囝，伊的转变，咱要来看到什物物件啦吼？啊，咱看下讲，前面讲到基督吼，啊，当然即个基督有正向嘛有负面。今仔日要讲的新的生命，嘛是有正面甲负面的吼。啊，咱要来看即故事中间即三个角色，因的生命会改变吼。啊，咱伫即个所在。啊嘛要透过安尼来思考，讲像咱前面讲的，讲基督是要是诚做祝福的基督，还是要诚做咒诅的基督，还是 complain 的基督？吼，安尼我想这是咱需要来去思考的吼。啊，伫咱的迄个讲义内底有一字拍毋对，歹势。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考，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浪子变成狼子，好歹势吼，这请咱大家解一下。所以伫即个譬如中间，其实有足精彩迄种人性的描写啦吼。啊，嘛会当咱会当去挖较看，啊嘛会去挖较深入去思考吼。其实这故事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面向，咱过来嘛去讲到伦理的思考吼。个咱来讲迄个界线，界限伫倒位啦吼。好啊。这个老爸呢，是一个足不有的老爸，伊的个性吼，随和，这个个性的性歹势嘛毋对，应该是性格的性吼，专心听囝的老爸，伊安怎听囝？有的人拢讲吼，这老爸是偏心的，袂晓做老爸。请咱会记吼，这个咧讲，这个老爸是咧譬如上帝哦吼，所以你咧讲这个老爸袂晓做老爸的时阵吼，你爱小可我是咧批判上帝，敢毋是吼？其实你注意看这老爸吼，是足公平啦。什物人甲5月细汉囝对无？细汉囝讲吼，我的家业你互我，结果圣经马上记载讲，这老爸分家业互什物人？互两个囝哦，伊绝对无偏心哦吼。大囝敢有法讨？无，伊嘛是互伊哦吼。所以这个老爸其实是足有疼心啦吼。啊，伊是一个专心听囝的老爸。咱伫后壁会当去讲到这老爸的真好的个性吼。过来，咱看见浪子，伊一个受到疼惜的囝，吼，伊可能我伫约啦吼，圣经无甲咱交代真济吼。我伫约伊可能自细汉就真少咧做工课，细汉囝嘛，受疼惜啊吼。咱来讲即摆少年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迄种个性的啦吼。当然，咱嘛知影讲，老爸对伫囝、大囝甲细囝的款待方式，其实绝对无可能共款啦。比如讲，像讲我若甲阮过身的大兄差13岁啊，当我出世的时阵吼，阮大兄是3岁过身啊，我出世的时阵已经10岁啊咧，13岁啊吼。所以我的老爸已经甲伊，若准讲伊爱挂地，已经甲伊斗阵13冬啊。13冬的感情，甲我这初出世的安那，绝对无共款嘛。所以
咧相处的方式嘛，拢会无共款吼。每一个人啊，对伫查甫囝还是查某囝，我想每一个伊拢无共款。像我嘛捌甲阮后生讲，我讲吼，我要互你的物件，我每一个拢无共款，无代表我对恁的疼无共，是我知影恁的需要是啥物货，我用恁的需要来互恁，是表达我上深的疼。我想上帝嘛是安尼啦吼，嘛是安尼吼。啊，所以细汉囝可能伊有伊的个性啦，老爸对伊款式嘛无共款，但是真拍算是讲，即个囝是足自我中心的。哦，伊啥物物件拢是用我做中心，我会放落有无？吼，我会放落，爱出去就开钱啊，拢是用伊家己做中心。啊，即个细汉囝伫伊的生活、伊的品格、甲伊的习惯，当然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啦。吼，有真大进步空间。咱讲一个想要减肥的人，伊若是100公斤啊，100几公斤吼，伊要减较简单嘛，数字足济啊。啊，一个已经60、70公斤的查甫人，你要叫伊减肥吼，足困难的吼，意思啊，真有进步空间的人安那，要进步较紧啦吼。啊，逐家拢考100分的吼，啊，就无啥进步咧吼，啊，就有伊无共款的迄个要求啦吼。啊，大汉囝呢，可能就是迄个考100分的啦。拄开始的时阵吼，经文有出现，伊讲有一个人2个囝，过来就讲到老爸将财产分互2个人，过来就无搁讲到伊啊。一直到老尾25节到31节，尾了遮，细汉囝转来啊，啊，伊对葡萄园也是田的，转来时阵，听到因兜足欢喜的，伊才伫外口踌躇，问因兜的新罗，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过来因老爸出来，甲伊的对话，吼。啊，后壁是足重要的一段啦，吼，我家己感觉啊，吼，细汉囝的流浪甲倒转来真重要，但是我感觉后壁是咧真正咧提醒咱，吼，一个我定来讲吼，真正的浪子是后壁迄个啦，吼，真正的浪子啦，吼。好，大汉囝伊最后出现的时阵，讲出心中伊的苦楚，表达伊心内的苦毒。伊埋怨的人生观，伊非常质疑伊的小弟五业不孝，生活心存不平，伊无愿意听伊老爸的话。咱注意来看吼，后壁吼，更加无愿意接纳伊的小弟。伊安怎甲伊老爸讲？你看你迄个囝，伊毋是讲阮小弟哦，哦，迄叫做安那？他跟我没有关系，哦，这是伊要表达的物件吼。所以咱今仔日要对新的生命角度来切入，啊，伫即个浪子的故事中间，其实有真明显，生命一直咧改变，特别是较明显的是浪子嘛，咱知影吼，伊对伫真挺性的囝，摕到财产了后出去，变成做一个爱安那家己承担生活的责任的人。你注意看吼。伊伫厝里是一个慢仔囝，受挺性的，出去了伊安那？咱讲很简单，一个人保全家保，对无？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伊所有的代志爱家己去承担责任，对毋对？哦，迄就无共款啊。伊有足侪的转变需要去思考的。啊，当然新的生命无拄拄是上帝看做好的。你是看圣经中间咧讲到遐个王，有足侪是歹王啊。因拢是咧改变生命的人呢，吼。啊，咱嘛是要对这个浪子的故事中间来思考，什么新的生命是上帝所介意咱来转变的，什么是上帝无介意的，吼。伫这个故事中间，这个故事其实我定来讲，读圣经，咱爱倒转去伊当初时的迄个咱来讲伊的处境去思考。啊，咱来看这段伊足重要，对10节讲，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上帝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哦，这是浪子故事一个真重要的，咱咧讲的 key verse 啦，吼，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经文伫这所在。上帝真欢喜咱中间一个人愿意悔改，更新的生命生活，啊，到底要安怎才是互上帝欢喜？是咱要来思考的啦，吼。
所以咱来去迄个处境内底去思考，整个路加福音15章讲3个譬如，第一个是失羊的譬如，第二个是碰见钱的譬如，吼啊，伫即个中间，咱要来思考，着讲，耶稣是安怎讲即3个譬如？即3个譬如的关联性伫倒位？其实就是碰见，佮捡着，吼，像迄老爸讲的，讲我的囝是失去，佮捡着，死佮活，吼。保罗讲的，若无佮活，咱所传的就无意义啊！迄个佮活毋是干那耶稣基督佮活，是咧讲咱嘛甲耶稣同死同佮活，吼。啊，咱若无伫迄个处境中啊去想经文，就足容易会安那断章取义，甲圣经摕来安那摕来做支持家己的吼。咱来倒转去圣经本身，然后伫迄中间来思考，即马这圣经要甲咱讲啥物啦吼。所以，咱倒转去上开始15章第1节、第2节，甲第3节，伊讲有一遍有真济扣税甲罪人来挖伫耶稣遐，要听伊讲道。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拗念，吼，即个拗拗念，甲大囝足共的，讲即个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耶稣就甲因讲一个譬如。即个譬如一讲就讲3个啦，吼，一讲就讲3个吼。所以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对耶稣基督接待即个扣税甲罪人，因来听耶稣讲道，因嘛有意见。什么人安尼？咱来想，什么人嘛安尼？耶稣好朋友，迄个姊妹的姐姐马大，敢毋是？伊嘛是拗拗念啊，甲耶稣讲啥？啊！你看阮小妹坐伫遐分担，啥物事拢毋做，啊！你嘛甲叫伊好心诶吼，叫伊来甲我帮忙，所以伊嘛咧责怪耶稣，敢毋是安尼吼？所以伫遮个所在，咱来看讲，耶稣咧解说天国诶恩典是啥物货？第一个失羊诶譬如啦，吼，失羊诶譬如，就是路加福音15章第4节、第7节诶所在。第二个是失去钱诶譬如。路加福音15章第9节甲第10节，我有用图片啦吼，咱小看者吼。迄图片吼，我感觉真趣味。即个较无清楚吼。另外即个吼，你注意甲看，伊咧描写画甲咧描写古早诶涂骹吼，石头啊，有石头仔芳，2cm仔落来吼，足歹找啦，吼，足歹找吼。其实伊有。即个画家我感觉伊有甲圣经诶真正迄个背景吼画出来吼，足歹找吼，佮你也知影，古早无像咱咧电火，即马佮有 LED 遮光吼，佮省电诶，无啊点一个油灯吼，要找足歹找诶吼，安尼拍拼找着了，伊就欢喜，圣经哪甲伊讲，伊去石厝边来做伙食饭啦。我绝对相信吼，请人食饭的钱吼，比伊碰见迄钱搁较济。咧表达迄个欢喜啦吼，咧表达欢喜。第三就是失去囝的譬如，就是即个龙主吼。即个老爸欢喜，咱嘛知影，伊搁互伊手指挂，搁围穿，搁伊衫穿，搁杀迄只肥牛啊，吼。请伊的即个新郎做伙食饭吼，迄种的欢喜。好。咱进入今仔日的主题吼，对龙珠的性命开始看了吼。伊原本的性命是虾米货？伊原本的性命，咱拄则讲着，伊受着挺生，伊生活真好势。为虾米讲伊生活真好势？咱对伫伊路尾咧后悔，伫遐火做的时阵讲啥？哎呀，我的老爸有足济辛劳安那，因食阁有剩，辛劳食阁有剩，老爸囝敢食无剩？绝对食搁较好，敢毋是安尼？吼，所以伊的本地生活是一个咱咧讲的王子的生活啦，吼，一个真好的生活，是真富裕的生活。富裕甲讲，伊甲因老爸讲吼，我应得的财产，请你分互我，安尼，因老爸就甲财产分互因2个人。所以伊是一个足任性、足受挺性、足自我、足可能嘛足自私的吼。伊的生活品质可能有问题，伊可能嘛，咱咧讲的，
爱食吼，毋讨趁安尼啦吼，因为都老爸囝老爸足富有诶啊，吼，足有丰盛诶稳定诶人啊，所以伊本来生活看起来真正袂歹啦吼。所以咱有几点来看伊，伊是一个自我中心，老爸互伊真好款待，所以伊一直用我做中心，别人诶拢是我诶，老爸嘛是我诶，有无？老爸还袂死啊，我诶你互我哦。所以伊只要认为讲我诶，伊就拢感觉是伊诶啦。所以伊只要有求，就会通得到。这基督徒爱说字啊。当咱只要有求，就会得到时，咱就会去互即个安那稳定挺盛，会去互成歹去。啊，拄着困难的时，咱就安那，哎哟，上帝啊，你若互我拄着遮困难，有无？我听人安尼讲的吼。所以咱搁倒转来前边咧讲祈祷，有当时咧祈祷会 complain 啊，对无？啊，吴顺英迄阵啊，拄啊知影破病的时阵，伊一阵时间嘛是安尼，逐工目屎流，啊，就是讲为什么是我？啊，迄是足客气的讲法啦吼。啊，就有人就讲啊，上帝啊，你都无听我，你是安怎互我拄着即个代志？有人就安尼讲啦吼。所以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中间去思考讲，咱所得到拢是稳定，毋是亲像即个细汉囝讲安那，这是我应该得的。有足侪人会安尼想啦吼。所以咱伫细汉囝心上，咱会当来去思考。过来伊安那将伊所得到的开了了。我拄则讲伊伫厝里的时阵吼，天塌下来还有谁？还有老爸啊。但是当伊出去的时阵吼，伊爱家己负担所有的责任啊，包括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本地老爸的家，甲伊的祖家，为什么？当伊无依无我的时阵，就爱学习倚靠上帝。伫细汉囝身上，咱嘛看到即个特质。当伊是5月啊，毋是受呼召吼。伊5月出去离开伊老爸，伊就爱负担所有的责任啊，包括伊对伊老爸身上摕到遮个钱，伊甲所有财产拢变卖做现金嘛，出去啊，你也看，伊袂晓理财啦，伊袂晓理财啦。伊感觉得着吼，足轻松诶，吼，我有偌济钱，脚底啊认会出来，着开啊，吼，来，今仔日食饭啉酒，拢看我诶，即种诶个性。最近我甲阮查某囝咧视讯咧讲话，伊着咧甲我讲，伊即马知影我咧甲讲诶，讲吼，钱着爱好好啊计划，好好欠。搁再搁甲伊做伙时阵，着是天塌下来还有我嘛吼。所以无饭无物件，着转去厝着有啊吼。伊身躯边诶钱，着感觉即拢我诶啊吼。伊着出去哦，我看着即个物件爱啉，甲朋友出去，着对朋友出去开啊。伊即马讲吼无啊，伊即马拢无爱出去学白买物件，无爱出去外口食物件，伊拢买物件转来做大汉啊。因为伊安那爱家己去承担责任诶时，伊知讲这开去，过来我着无安尼。即马读册还搁贷款呢。伊就开始会晓得算盘吼。我想细汉囝伊出去，伊所拄着的情形嘛是安尼。虽然伊是足负面的一个代表，但是伊嘛是伫遐开始来思考啊。伊即马开了要安怎？无啊，伊拢无啊，要安怎？伊就开始思考讲，我的老爸是遮尔好嘢，伊的仆人吼食了阁有剩，伊就讲我要倒转来，所以伊出去。转来去，伊讲咱台湾话足趣味吼，我要来去我诶老爸家啦吼，来去甲伊讲足歹势吼，我得罪你吼，佮得罪天吼，我当来做你诶奴仆就好啊吼，然后做仆人就好啊安尼，所以有觉悟，有决志，更较重要是伊有安那付出行动。为什么伊会付出行动？这是搁一届转变啦吼。伊这付出行动是一个足正向的，咱对伊的觉悟、迄个醒悟来看去，伊是安那？伊知影伊得罪伊的老爸，得罪上帝，伊甲钱开了了，然后伊感觉讲，伊无有法度得到帮助，伊倒转去倒位，倒转去上帝面头前。
所以倒转去上帝面头前的时阵，伫迄个所在来认罪悔改，佮甲伊的老爸讲啥？我不配做你的囝，我做你的仆人就好啊。啊，伊做有确实是安那，含因老爸厝内的仆人，就食了，佮有剩啊。伊感觉安尼，我就到遐，是完全无共款的两个人，你有看无？吼，伊伫厝内时，甲伊老爸讲乖，互我哦，迄种的气口，甲去外口安尼乌白开啊，咱讲足下拍的安尼吼，啊开甲拢毋免惊。但是即摆转来了，伊感觉我只要会当做劳工就好啊。我只要有通啊，甲这劳工仆人做伙食，我就足满足啊。完全无共款，但是较重要是伊付出行动。真侪人有决志，但是无行动。吼，比如讲，我定听会友咧讲啊，我即摆吼，新的一年我决志咧读圣经，吼，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开始读啥？家谱，啊，就开始拄句啊，吼，啊，读旧约啊，佫袂歹，创世纪故事，出来旧记故事，啊，佫来咧，拄着困难啊，利未记，吼，拄久啊，啊，就佫无去啊，吼，迄决志的行动足困难啦。啊，以前啊会遮尔啊有行动，你啊看，我用这个图片吼，伊伫迄个共过猪的时阵，人迄主人含猪粪都无爱互食，吼，含猪粪都无爱互食，伊就知影讲，哦，迄天差咧较地咧啊。伊的老爸对伊的奴仆是遮好，遮仆人吼，会当食甲有剩。啊，伊伫遐共过猪，当然是拄着饥荒，吼，啊，歹年冬，啊，伊就伫迄所在无通好食，啊，伊就好转去厝里，吼。啊，你啊看，我用即个图片是看要互咱看正平遮的仆人，好，迄仆人穿的比伊即个做老爸囝的穿了佫较好，吼，佫较好，吼，啊，这是伫即个所在。咱佫来看老爸，即老爸伊的性命有转变无？即老爸的性命其实是有转变的，有啥物转变？伊本来是一个生活美满的家庭，对不对？两个囝拢伫个啊，表面上拢无代志啊，对无？甲伊开始有转变的时阵，当时就是伊的细汉囝，吼，伊本来是个足富有的。咱咧讲富有有两种啦，吼，伫即个旧约的中间，若是讲犹太人的中间，财产的富有，过来咧有囝的富有啦，吼，你知影？对于希伯来人吼，若无囝吼，算是无财产的啦，吼。啊，我想东方人嘛安尼吼，咱讲爱五子登科，对无？五子登科内底就包括有囝嘛，对不对？有房子、有车子、有银子吼，啊，儿子也包括在内呢吼，嘿，啊，这是传统的讲法啦吼。所以你看有两个囝，咱来看迄个创世纪撒来，伊无囝，亚伯拉罕对无？因为伊无囝，所以伊离开啊伊的本族啦吼。啊，这个囝对因来讲是真重要。所以这老爸其实，若照希伯来人的以色列人的背景来讲，是算足富有的吼。啊，本来生活真好势，但是无拍算呢，伊的细汉囝要求财产，这老爸真富有，会当互伊财产无问题。但是伊的性命开始得到改变是安那？伊当伊的囝甲伊要求的时阵，伊会感觉可能哀伤，哎，我教育都无成功，过来咧，伊的囝离开了后，伊的心内嘛佫较哀伤，伊放紧一个囝，对无？伊放紧一个囝，所以当伊细汉囝离开伊的时阵，咱来用旧约中间雅各。当伊失去伊的囝，伊上爱的囝约瑟的时阵，安那，伊是毋是心内足悲伤的？甲当时，甲因去到伫埃及，已经过了10冬啊呢，去看到伊的囝，迄个时阵，伊的心才受到透放，有无？阮爸爸嘛安尼，我拄则讲阮大兄3岁过身对无？啊，阮迄阵啊，可能厝里嘛较散食，即个战后话家吼无钱通啊趁啦，所以阮爸爸就爱开迄个秘书社。啊，开秘书社就是佫请咱讲长工，长工载阮阿兄用脚踏车载者倒双向，迄阵啊闹震动，即马闹震动小代志啊。
迄时阵毋知影，伊较无遐好，阮阿兄就过身啊。甲阮爸爸过身的时阵，1996年3月15号过身。要葬礼时阵，阮遮济因敲电话我迄阵是台北咧读册，讲找无阿兄的骨灰啦。阮阿兄无埋葬，无埋葬，一直到我，因为我甲阮爸爸做工课时，我知影，我若行到某一个所在，伊就神情紧张。我伫摇迄个所在，可能阮阿兄骨灰放会遐，因为阮遮济因捌去找着阮哥哥的骨灰，阮爸爸就足紧张的，有小可无欢喜，了后甲藏起来，就无人知找会着。你要看阮爸爸对于失去迄个3岁囝迄种的心内的艰苦心，藏伫心肝顶滚20冬。咱会当想象一个做老爸，迄个囝离开，迄种的心内的伤啦。所以一个本得真喜乐满足的老爸，伊个囝离开，虽然伊5月，但是伊出去安那，伊嘛是心内哀伤。甲阮爸爸要埋葬时，是阮二兄摕阮爸爸的骨灰，我摕阮大兄的骨灰做伙埋葬，互因斗阵安尼啦迄个伊的心愿伊的心愿。咱看见即个当即个囝无伫的时阵，咱想象啦就是即个老爸是伫可能逐工伫因兜的门口伫听候啦。为甚物呢？因为路到15章20节，甲咱讲，当伊决定要倒转来，倒转来了后离因兜真远，伊的老爸看到伊，心就真毋甘，赶紧行进前，走进前，甲伊揽地，直直甲伊枕。迄个时阵也无电话，也无电报，也无手机，伊哪知影因囝迄天要转来？咱摇看卖啊！我相信伊逐工伫门口咧等伊，伊思思念念伊即个囝出去，毋知穿会烧无，毋知食会饱无，特别佫拄着迄个所在奇远，伊的烦恼佫较沉重。我相信是安尼所以这个老爸好哪上帝咧烦恼咱，遮佫有人毋捌伊，未亲近伊的遮的世间人共款所以咱猜想啦这个老爸伤心、艰苦心，佫思思念念，咱讲天天倚门望啦毋望伊的囝有一天会当倒转来。所以照着顶悬的描写，24节甲32节迄种经文咧描写讲，伊的老爸遐尼欢喜，毋但走进前去甲揽的甲枕，佫互伊穿衫、挂手指、穿袜，佫办一个庆典，甲逐个做伙。我想厝边嘛拢招来啊啦若像耶稣咧，譬如讲迄大宴席共款。一个我的囝结婚请逐个拢来大汉囝就是亲像迄个阮兜的牛生囝，阮兜安怎伊无爱去安尼即种所以亲像羊仔无去，佫找着的顾养的人，迄个欢喜，请伊厝边做伙来食。我相信伊可能爱杀几只羊仔，为着来庆祝迄只细只羊仔得着。拄则咱有讲到，迄个失去钱的负人人共款，一个钱仔囝找着了后，伊会请伊厝边来做伙庆祝。迄种毋是金钱会当比拼的迄种的欢喜，是咱讲的新生命所充满欢喜迄种的快乐。就敢若讲咱囡仔生出来，安尼用满月，满月就爱买真济礼物送人，对无？为什么有满月这项代志？你知影？因古早人足侪囡仔生落来就夭折。咱讲还未大济囡仔死就叫夭折啦。有足侪人活袂过一个月啦，所以会当度到满月足欢喜的。度到一年大济佫较欢喜，用安尼来安尼欢喜。所以咱传统上咱的文化就是满月甲大济拢会安尼游饭啦要鸡卵糕请人安尼来欢喜。
共款甲即个老爸伊个囝转来共款，欢喜顶头生，失去佫得到，遐尔啊欢喜。大汉囝咧，大汉囝看起来吼，伊个性命改变上少，伊个出现上少，但是伊个性命其实有一寡变化啦吼。军对伊即个小弟嘛有一寡变化伫咧吼，当然特别是对伊甲老爸对话来讲，伊个变化无大，但是咱知影讲伊一直伫遐咧操测，袂好势吼。咱来看觅啊，当然伊本来性命是顺利的大囝，下骹佫有小弟，伊是大囝的身份，伊是老大的，伊是接棒人，对无？过来咧，伊佫有机会得到较济的即个财产，吼，对毋对？吼所以伊小弟转来时阵，伊的烦恼惊吓是啥？即个来佫要甲我讨财产啊，要甲我剥夺我的财产，已经讨去啊呢，吼。过来，伊本来是一个真听话的囝，咱对伊后壁甲伊老爸对话讲安那，我拢毋捌离开你，逐工甲你做工课，有无？吼，伊咧表达伊的即个生活，所以当伊的转变是啥？当伊的小弟离开了后，伊伫本地是大囝，所以变孤囝，有无？大囝变孤囝啦，伊的身份就改变安尼吼。小弟离开了后，伊所分到的剩一半，对毋对？因老爸分2分互伊嘛，伊剩一半，所以心内有足侪埋怨的啊吼。咱台湾的传统来讲吼，大囝会当分较侪份的，因兜若佫有孙，佫大孙佫加一份的，吼，大孙肯买囝嘛吼，叫传统啊吼，所以伫犹太传统上嘛是安尼哦，大囝会当分2份的哦，咱毋知影啦，伊的老爸当初是分的时阵，到底有互伊2份无？毋知影。但是伊的老爸是老尾讲一句话，伊讲我的拢是你的，上届无伊还佫有老爸迄份哦，因为伊孤囝嘛吼，佫有大囝吼的身份吼，所以其实咱会讲伊安尼想了无够周全啦吼，但是伊嘛，其实伊甲伊的小弟共款，嘛是自我中心真强的人，敢毋是安尼吼？可能过去伊的小弟毋捌做过工来甲伊帮忙，但是即马真明显，伊的小弟离开了后，就是拢伊家己一个爱去做啊，所以伊真孤单，逐工安尼负担迄个责任安尼。小弟离开了后，可能老爸真烦恼、真担心。咱拄则讲的，咱咧约伊老爸，可能逐工拢徛咧门口，伫遐吐气，伫遐烦恼。嘛可能安尼来影响大汉囝的情绪，亲像迄个法利赛人，甲迄经学师甲耶稣讲的，即个人哪会甲遮济人做伙食饭？意思讲哪无甲我食饭，敢毋是安尼？有迄种气氛，有迄种心内无平安尼吼。好啦，你啊参像安尼，咱讲有人讲吼，失羊的比喻啊，放犬羊的譬如啦。一寡无信主的朋友就咧讲，恁咧耶稣迄个譬如，哪有人较戆的，放去一只就算了，哪有人放99只去找迄只羊啊？倒一个较有价值，99只较有价值也是一只，但是迄就是无了解耶稣的譬如。迄99只是安那？咧讲大囝，咧讲法利赛人，咧讲经学师。应该爱互老爸迄个上帝安那放心。你知影羊群吼是规群的动物，伊袂单独行的，所以伊拢会结做伙，拢会结做。那咩后壁就对规群就对咧行的，所以迄群是互雇养的人真放心的，才对啦。但是真可惜，遮个拢大囝，法利赛人甲即经学师共款，好。甲伊看到因小弟转来了吼，伊的性命搁较凄惨啦，那甲对地狱去啊吼，那伊的情绪大爆发。头前咧讲无啥转变是安那，伊的性命一直拢伫富养的内底，但是伊有一寡改变。我用讲，即摆人咧讲我不演了啦，古早去演歌足乖吼，即摆我不演了，情绪拢变出来。
你看你迄个囝安怎安怎吼，伊就安尼拢讲出来吼。所有内底心内底情绪无欢喜不满，拢总表明出来。这是伊。过来咧，伊无听伊的老爸的苦劝甲邀请。好，那亲像咱拄则讲，迄个大宴社共款。主人正欢喜去请，你念伊即个弟仔要生囝，迄个要创啥，要结婚，要创啥，全代志了，拢无要来。所以耶稣讲，迄大宴社去邀请啥物人？路边迄个去食，倒伫迄路边诶，拢叫因来，穿了歹糊糊嘛，无要紧，拢叫因来，因为因无爱来，所以互伊。迄就是细汉囝啦。迄个细汉有无？细汉囝有穿了破糊糊无？有先去食无？有啊。迄甲大印象，咧比喻诶共款诶意思啦，吼。嘿，所以咱今仔日大概是对即三个人物诶角色，去看到因诶生命诶转变。伫即个中间，当然，上帝所爱咱诶，耶稣所爱咱诶，就是迄个细汉囝诶转变。对伫迄个歹诶情境诶中间，去反省咱家己，然后付出行动，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来去得到迄个国活诶活命。后壁有几个问题，咱做伙来思考啦。咱嘛会当来讨论咯。讲拄则牧师咧讲遮个，敢有咱对伫读即段圣经，咱阁有发现其他诶生命状况诶改变？我无讲着有无？敢有？伫即个故事，譬如个故事内底，我敢若讲三个人物诶改变，其实还阁有啦。啥物人？伊老爸心上诶奴仆人，敢毋是安尼？伊看见主人诶欢喜，伊嘛是感染着迄个欢喜。伫美国咧信徒咧洗礼时阵拢会有一个陪伴伊诶，咱咧讲 God parent， 也是讲 Godfather、Godmother，咧甲陪伴，甲伊诶信仰做伙长大。要洗礼时阵是洗礼诶人诶家人拢做伙，拢穿正装。迄天敢若是咧庆祝啥物货，啥物特别诶日子安尼。像阮查某囝迄阵伫别人诶信义会教会，伊13岁伫遐洗礼，伊12岁因就开始甲基本信仰诶教育做了足矫正诶。了后要洗礼进前一暗，一个宴席，13岁这要洗礼一阵做伙，12岁开始要进入即个慕道班诶囡仔来学习服侍。迄天诶宴暗就是教会传诶，互因做伙伫遐食。厝里诶人拢邀请来，迄是一个大宴席，就是要庆祝，可若亲像安尼。所有诶人拢做伙欢喜，规个教会，特别是安尼青少年团契安尼，逐个人拢甲因做伙欢喜。所有洗礼人穿白色诶洋装啦，白色诶即个 T 恤shirt 安尼去。所以边诶人拢感受到迄种欢喜甲迄个心中啦。我想伫即个主人伊身躯边诶仆人，是毋是甲伊诶厝边诶人受邀请入来？因诶生命拢伫改变，去感受到迄个欢喜，失去佮得到，死佮活诶欢喜。其实拢有啦，还佫有。好，第二个问题，故事中间倒一个，佫活伫迄个过去诶生活中间，无有新诶生命。当然就是大汉囝嘛，嘿，伊伫安尼袂通真好势安尼袂通真好势歹势第三、第四我则跳去啊。第三、第四，拜托文福长老读一下。教圣经所提到的主要一个话了，第四是圣经中的故事什么人的
正着，倒会大囝的困难伫倒位，或是咱应该怎应该。OK，多谢。哦，这三个问题，咱会当来做个讨论吼。当然，咱拄则第二个就已经讲着，大囝是上无改变的，是上负面的吼。啊，伫即个中间，咱要安怎来得到启示讲，咱要学习迄个细汉囝的性命。吼，啊，其实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真侪时阵拢会去做了无好势。咱会拢有真侪时阵嘛，会用自我做中心，吼有当时咱也大汉囝共款，会有家己的情绪，气毛是足歹的，吼，咱着受气起来啊，吼，啊，讲话着足冲动的吼，啊，无去思考，咱嘛足有可能的吼，啊，所以伫即个譬如的中间，咱真正着爱来思考，上帝爱咱啊。上帝爱咱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咱注意去看迄个老爸甲大汉囝伊的对话中间，伊伫甲苦劝，请伊入来。你即个小弟是安那放弃，搁捡着死，搁活入来甲阮做伙欢喜，是爱用伫上帝即个老爸的角色去看即个。得罪忤逆的囝，但是即个大汉囝依然徛伫家己的自我角度。咱定定要徛伫家己自我的角度的时阵，就会亲像拄开始的细汉囝共款，讲话无礼貌，我会互我，咱大汉囝共款，你即个囝拢一模一样。但是细汉囝落尾，伊徛伫什么角度？徛伫伊的老爸角度，徛伫上帝角度，我得罪你，也得罪天。但我不配去做你的囝，你互我做你的仆人就好啊。我下通伫你即个家内搁活地吼，比伫安那，比伫迄个撒旦的家搁较好，敢毋是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伫即个所在，咱真正来思考啦，吼，来思考。刚需要帮忙，人骑车跋倒。哦，OK，好，好。后来第六个问题就是老爸角色啦，吼。一般咱认为讲天父性命无需要转变，当然是啦，因为伊是上帝。但是事实上，上帝时常因为咱伊的性命、伊的心转变，羊无去啊，会烦恼无？烦恼才会去找嘛。钱无交落去啊，会烦恼无？会烦恼，所以去找嘛。人无去啊，伊安那可能逐工伫门口，伫遐咧烦恼，伫遐咧期待。吼，所以咱若认为讲，哎呀，上帝无代志啦，袂安怎啦，安尼咱就无法度去体会上帝的心。咱若会当知影讲，哎哟，上帝因为咱拍无去吼，亲像迄个中华男医生因定定安那，伫迄个街仔路菜市啊，敲落讲啥？上帝芳见囝哦，伊用安尼咧讲啊，吼，我伫概论的时候小可讲着吼。因伫遐爱引起大家注意，上帝判囝是安那？咱知影上帝判囝，所以咱医师因对英国来到伫台湾，要替上帝找囝。吼，你迄着足积极的啊！大汉囝呢，伊就是无去了解着老爸的烦恼，伊敢若徛伫讲，啊，我的财产够用抢去啊，都无共款啦吼。所以咱若会当了解老爸的角色。伊会一寡转变，伊会烦恼的时阵，咱就会当体会伊的心啦吼。我用创世纪第6章第6节讲，因为伊做人伫世间感觉真危险，心就艰苦，因为人得罪伊，对无？吼，人得罪伊。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讲，因竟然背叛伊，互伊的神的心忧伤，上帝神的忧伤啦吼。
上主变做因的对敌，甲因作对吼，所以咱知影讲上帝嘛会哀伤啦吼。圣经嘛甲咱讲，上帝的圣神吼，用不断的吐气替咱伫祈祷啦吼。迄个有人咧替你祈祷的歌词内底，伊嘛有讲着讲，上帝要将亲嘴将咱的名讲伫别人的祈祷中间。意思是讲，上帝真注意，真毋甘咱的哀伤，咱的困难吼。所以咱的性命第七个，爱安怎转变吼？圣经中间有典范无？我用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咱有时间咱再过来读啦吼。咱也毋望咱伫这中间当得到帮助吼。上帝毋惊咱犯得。上帝惊咱犯得，佫无要回头倒转啦吼。好，咱来用我下面所写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就来结束今仔日的分享吼。好，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有教养的恩典，你时刻保护阮，赐福阮，因为你用你的怜悯款待阮，互阮虽然得罪离开你。有缘通得到你的保守，主啊，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旨意甲你的教示，互阮伫日常生活中用你的特质来过生活，互阮的心内有你所赏赐的圣神，互阮的内心有换心正直的神。主啊，阮无法度靠阮家己来过得胜的生活。阮检采时常亲像圣经比如教示中的细汉囝，想要用家己的气力过家己的生活。阮了做家己的能力有够额，但总是失败。帮助阮无亲像大汉囝用家己的义来高举家己，认为家己是最有能力的、最好的，想家己的气力拢比别人较好。所以伊嘛失败，无过着一个互你欢喜的新生命。主啊，阮只有靠你，趁你的旨意，才会通伫死亡中间，透过你圣神的同在，过你所欢喜的新生命。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今仔到这。